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壽山石裏面嘅善八洞石，題材就係引福歸唐。作品就係挑咗一個老人家，類似迎接嗰啲蝙蝠，或者引導啲蝙蝠入嚟個狀態咯。上面係黃色，係呢件石材金沙相當多，仲有佢係質地靚嗰隻，係百分百善八洞。正宗嘅善八洞，正宗嘅善八洞質地硬身嘅，好似杜靈坑咁。佢連白色部位咧，啲金沙都好明顯，應該大家都睇到啦，閃下閃下咁。黃色係更誇張，好似呢啲位置咁，成身都係。佢呢件壽壇咧，主要就係比較實，上面呢個位置咧黃得嚟比較實，唔得透，下面就好啲，有微透嘅感覺，上面實咗啲。